乡亲朋友，大家好，下晝3:86，歡迎大家準時收看《福氣來力》，我係劉慧君慧君好，來到了今日嘅8月2號空天來報道單元，同大家共下來關心到嘅空天話題吼。今日來講義工哦，太音樂家貝多芬哦，真係了解聽嘅部分吼，就話聽覺障礙，聽唔到同辛苦，唔過話講真嘅佢還係唔認命，堅持佢嘅音樂嘅創作呢條路，結局韓創作出大家當熟悉嘅韻命交響曲。有人講其他嚟講義工之前接要聽到奇怪嘅聲，像人講嘅義工隆隆滾，也係講義工嚟講轟轟滾嚟到吼。講真嘅義工轟轟滾，也係講隆隆滾，監係嚟講義工之前嘅鏡頭咯吼。嚟上來注意乜嘅，按樣選去治療，今比到現場。同歡喜為大家來邀請到嘅很有意思從自求來到人家現場來同大家講到呢方面嘅一個話題。周醫師你好，劉小姐你好，今日非常歡喜，今日有老太太嘅朋友見面咯。今日義工是最重要啦，談唔到一零年生活是唔好啦，品質是唔好咧。一個生活品質啦，一個義工啦，愛談到同清楚呢個目標啊，都愛看到清楚，用工作時對呢生活品質就唔會有影響。人講一個義工所以來說愛睇對義頭呢，愛盤用真有福氣啦，其實啦，唔管係你係乜個型嘅義工主要就係愛躺喺度上用真係輕重要嘅，像一下子我來請鍾醫師先來老太家講呢個義工係樣嘅本唔躺喺度上，就唔係我背一層咧，看得到嘅部分天天。我來看下圖你上音都兩我咪入來以後，經過了很多義鬼經過了很多義壁，義壁嘅上音刺激了那種義鏡以後經過了3隻糖小骨以後佢嘅上音咧變到傳到了義骨，義骨以後變有糖神經，入到你太腦地位你糖你有上，所以你所有嘅上音就按用因咧經過按用因咧路線入到你本你糖度。所以一切那個義工的模嘅片糖果嘅片義工龍義通糖唔多啦，所以部分發生問題啦。古時你講到一個義工嘅轟滾啦，也係講所有義工嘅一個問題來講，整體來講，大體就係一下看得到嘅一條素材，看得到一範圍地方度係有出問題嘅，係講調和啦、發炎啦，都通通按用因年齡過來。唔調和，韓國有發炎嘅都情形，都會造成人哋義工糖呢度受到影響，講到樣嚟講，義工嘅一個基本嘅基礎，像鄉親朋友應該是想講有下了解，基本嘅有了解嘅，而家講到義工轟滾所以來也咩係一種一個糖呢嘅問題，也就係地保度。佢有受到，可能講發炎，咪係講有出乜嘅問題嘅時間，全部就係義工轟滾咩？仲有啲人叫乜人講，糖到人工化，也係講糖到乜奇怪嘅聲。一般來講，你義工隆隆滾來講，你太體一般來講，兩義工比較發生問題，太體你糖嘅聲是隆隆滾，一個個聲音較冇乜意義啦。係。冇意義嘅聲就係完全冇意義嘅聲，都像人聽到嘅人講門咧，因為講門用比來比去，用昂滾嘅聲，也就係咩腔樣，其實也都冇意義嘅部分。冇意義嘅。反而聽到講有人嚟講話嘅啦，嘛個市民嚟講話嘅嗬。有人攞講法。講法。不過現場就完全冇其他人嘅時間。撇啥冇聽到。有種人講嘅。有人講係我做乜嘅？有一站兒童名字，我做歡糖，從入歡糖，嗱義工有問題間有關係咯。兩隻嘅原因冇相同。係。一般來講，你
我那耳孔隆隆棍嘅两种嘅镜头来讲，太伫因为这耳孔底部嘅神经啊发生问题，有感染过啦、发炎过啦、唔调和啊，底部血脉无通啦引起嘅。一般来讲，因为听到讲有人来讲袂拍萨无通动，你这个通道有等于讲嘅啊做嘛，太伫老年脑神经嘅问题较大。古時候你講到耳孔空空棍，也係講耳孔啷啷棍來講啦，唔關係呢種嘅講法，嗬，也最主要就係嗰個聽力嘅一個神經有問題，嗬，就係可能產生嘅問題哦。一個分堂來講就唔係了，就係腦神經嘅問題，心理嘅問題較多，腦神經老心理嘅問題較多。古時候啊，嗬，我哋講起個係。也腦神經也係心理嘅問題，嗬，也都糖嘅生一樣都啲嘅啦，嗬，也就會講到誒分糖，還個耳孔，嗬，就會講可能要有一個啷啷棍嘅生哦，也就做睇睇就係也就嘅問題。唔過話講到都係講對一個耳孔嘅部分啦，嗬，頭先有心理嘅，嗬，有腦神經咧，還有耳孔本身嘅啦，嗬，還有呢度嘅其他原因哦，會引起也就症頭嘛。佢哋冷到寒到咩會啊？也都有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冷到很多，一般嘅咩東東人冷到很多。我記得我去看開醫嘅時節哦，上班下唔係打敗醫生就會按樣問，其實問講耳孔會痛嘛，會痛了一個空空棍咁有強樣。有強樣，因為哦，因為冷到很多時節啦，耳孔有咩痛呢？因為你耳孔同鼻孔咧都有關嘅相同。哦，錯係所以講，你講嘅通透以後，你講鼻孔有問題來講，要影響到兩耳孔嘛。所以萬一嚟講有感染啦、冷到嚟來講，佢細菌啦、病毒像是要影響佢位啦，就要痛啦。痛了以後，因為耳鏡本身有受到影響。所以也會嘛，可以講到有耳鏡嘅素材發生問題以後，佢嘅聲音嘅傳導，佢傳來嚟會個變形嘅。所以要聽到啷啷棍啊，樣嘅聲音。古時候你講係因為冷到引起嘅耳孔嘅問題，耳孔嘅問題嘅時節，就表示講係耳孔同鼻孔佢連接嘅素材、通透嘅素材、合接圈嘅素材會出問題。出問題，太啲樣嘅素材出問題較多。也就係你講嘅嗬，也提議咧就係冷到哦，冷到會ảnh響佢。另外還有其他像。應該要當到冇強樣原因來引起，像要等於按補石頭，可能佢水冇水都當唔好，一講水唔停，一叫來會影響到耳孔嘛。睇嚟嚟講，按補條水唔得，像疲勞咩影響到咧耳孔啦、啷棍啦，甚至風啦，那個聲音出來，睇嚟吧要出來。嗰時你像前朋友啊，係講咧嗬。一個耳孔，上班睇過路啦，可以講反超水唔到高嘅時節，有啊一樣嘅問題，兩種嘅問題，係引起到一個耳孔嗬，會有空空棍嘅問題嘅時節，可能你就調整下嗬，水別爆來，唔好按疲勞，有啲問題係講冇嘅，就唔是去醫院做檢查嘅，錯冇嗬？睇一般嚟講，較疲勞嘅人嗬。較失眠嘅人、睡唔得嘅人，佢嘅神經較敏感啦，所以佢聽嘅聲音吼，到一般人聽嘅聲音較冇強項啊，所以佢要啷棍啊，因為佢嘅聽嘅神經來講，佢嘅刺激一般來講較敏感嘛，所以較敏感，所以對了聲音嘅感覺，但一般人冇疲勞啦，睡眠較足嘅人較冇強項。我估咗係冇乜強樣嘅啦，嗬。我講到嘢，就接上誒會聽到講，頭先你講到神經線咧，神經線咧就係你耳孔入底部度嘅糖神經，糖神經有出問題，估咗就係你講到嘅耳孔會有一個唔舒爽嘅，從按樣嘅神經線咧，一講冷到了引起嘅，自己維持一個嘅時間，有啲人咧都奇怪啊，2禮拜，也係講1禮拜，有得一下就好咧。空氣影響佢太啦，上次因為拄到了，上次啦冷到很多人來講哦，上次佢經驗就好咧，因為咁樣，因為需要佢嘅冷到很多就好咧，就冇影響到佢嘅神經啦，所以上一下就好咧。
不过长期睡眠不足的疲劳人哦，长期来讲哦，伊对个影响较大，影响都会动态的。本来是无安胎，压到压胎。嘿，好是本来无影响安胎，不过年长年久啊，用时间因累积下来的时间，我给影响做动态的骨素吼，因为吼身体有唔舒爽的时候，才做去去医院陪先生看咯吼。讲到呀吼，因从头尾躺老人家吼，有种批记得会讲，因眼耳讲拢滚，躺唔清楚，唔舒爽，人家都上到一集咧。嘿，免讲，因为年岁大咧，记得他接上要安用係因为佢可能就會講，因講抵抗力較唔好，你係乜嘅原因？講老人家老必要就講年歲有嘅建議，記得咩要有安用嘅情形。基本上來講，老人家來講，因為年紀大咧嘅退化，佢退化幾多分？佢分一體部分這個糖骨嘅退化，糖骨嘅退化，佢糖骨鈣化啦，吼。所以钙化以後，佢嘅腎嘅程度到一般正常嘅無供用啦。再過嚟嘅腎神經嘅退化，糖嘅神經嘅退化。所以要退化係糖嘅糖骨，還個糖神經，也兩種部分嘅退化。還有講佢嘅耳鏡有受傷過，有爛困過，有別嘅過。以前耳鏡啊，佢嘅以前啊有人很多人都俾佢打到了，就感染過以後吼，佢嘅耳鏡有別體有爛過，咩話樣嘅？咁所以也嘅石油輸送也就全部有可能會引起也嘅影響到嘅吼。對年紀大嘅，係講平時人都後生氣時都可以是，一下有問題，人就較強心啲嘅，要好好來保養，人就唔會講。年歲大咧，嘅退化都較急。一做條當重要，因為你感覺講老人家講得太長。因為佢講。一下佢開始講法，因太長嘅時間。因為佢談唔清楚。佢談唔清楚，佢幾條談唔清楚，佢咩到佢講，佢即個佢撇啥咩談唔清楚，所以講法較太長啊。所以一般來講，佢講法也都係太長，表示講佢嘅糖嘅神經、糖嘅力吼，是冇老以前供用啊。嗰時候叫係已經有一個退化嘅情形，吼！講到也邊啊，像應該長期吼，有個耳孔喉管完全就應該質量唔好，吼，像安樣都講退化，過後呢會講耳聾躺唔到，安樣嘅機會來講動態冇。你機會較大，比一般無耳孔聾個人較大動多，因為佢嘅你提前講嘛，條嘅糖骨。好啦，糖神經，佢長期按用啲糖骨到糖神經退化以後，佢停擺吼久了以後，佢嘅作用嘅失去，冇乜作用以後變成耳聾嘅啦。糖完全糖唔到啊！嗰時候也真是都麻煩嘅嗬。人哋係講耳孔一太可能吃到又會痛啦，或會好紅棍啦，又係講有唔舒爽嘅素材，所以我夾去醫院度做檢查，我俾醫生度看係樣嘅。另外呢，除咗一個年歲大嘅人咯，還有其他呢，有啲人嗬，將佢戴一個耳機，嗬，一下先後生人咪接按樣嗬，行路樣嘅叫做戴定聽音樂，聽音樂啊嗬，你好點輕輕唔攞佢講話嘅時候，佢就會講到動態上。因為吼，佢耳孔有耳機來帶領這個聽音樂吼，佢後生人佢聽音樂唔係講細上堂啊，佢太上堂啊，佢太上堂時陣吼，佢嘅聲音狀態以後對啲耳鏡嘅浸透哦狀態，久了以後佢嘅耳鏡要重起要發炎，要發炎哦，你看嘛。本來嘅耳鏡，你強強嘅那個打下來，強強震動是唔會出，我們發炎唔會重血啦。長期發炎吼，長期像有按樣重血嘅情形吼，可能會造成退化，可能會造成一個引起動到其他一個問題。所以啊吼，都乜嘅樣嘅環境下，你愛較強心到位，較注意到位咯。都也會有先來聊下，家下整到節目現場，再個繼續來聊鄉親朋友來打嘴鼓。
後來鄉親朋友因歇困過後啊，轉到福氣台嚟節目嘅現場咯，嗬。今日係8月好康健來報道嘅單元啦，因向下來關心到嘅呢個康健話題係義工哦。因講義工啊，聽得到一個所有嘅聲嗬，真見到係一個因講到動歡喜嘅事情，係講聽唔到嘅時節，就像可能有啲朋友啊上班下嗬，為因講去客家嘅高山等一下，因講下山也係樣嘅嗬，都可能義工會出到唔爽爽嘅感覺，像安樣嘅感覺嘅時節，你就會出到唔爽爽咧。行卡唔是講一下，講係講完全聽唔到嘅朋友，講到嘢上，我哋繼續來請一種意思來同大家講下，呢嘅一個，學頭先講到有啲人學佢哋會做事，學可能佢愛帶定耳機，嗬，頭先人咪佢都行路會帶呢嘛，嗬，有啲人佢哋會寫咗係愛帶定耳機，從一啲朋友來講，佢哋就算係高危險群嘅其中之一，喺安樣嘅時節，提倡佢哋會注意嘛嘅。我提前從我帶耳機嘅朋友來講吼，如果你工作原來比較來講你長期差不多20分鐘都要放下來，本耳孔休息下。因為你長期吼，一聲音按群聽嘅聲音來講吼，因為耳鏡吼刺激狀態吼，佢會發展，佢會充血。你嘅聽神經吼，佢要明佢嘅感覺要較廣大，嘅聽嘅聲音嘅聽無，所以我慢慢你講你有安樣嘅需要，你要戴耳機來講吼，希望大家吼，要同耳孔休息下。所以講到係講要做安樣事嘅朋友，自家就愛記得嗬，也講20分鐘愛休息下。另外其實還有動到嘅投入哦。比如講你現場佢嘅上動態上嘅，像人講嘅乜嘅建築，建築嘅工業、起步嘅工業，還有其他像佢都也都安樣嘅去照顧自家。那講你嘅工作除了聲音動態動亂嘅環境工作時間吼，還是建議要戴個耳塞啦。義工愛留佢設定設定做事做8點鐘，亦係做休息下，一嘅時間，差唔多20分鐘放下來。20分鐘，放下來。如果係一般做事動手，有可能20分鐘就放下來嗬。係啊，盡量啦，唔好講安樣見做見。耳孔嘅測量啦，測量因為嘅聲動態佢嘅高分貝嘅聲音來講，對耳孔嘅耳鏡啦、聽嘅神經是破壞力當強啊。有啲人來講吼，一下子壞脫啦，耳孔耳鏡吼會爛脫啦，聽嘅神經一下子變無效去啊。所以我希望了啲朋友講吼，對安樣嘅高聲音、高分貝嘅上面嘅環境下做事情吼，伊自家要較注意到嘅，最好做帶粒耳測。所以義工留佢設定安樣嘅好啲，還有嘅就係any。其他嘅就講，像比如講，佢可能唔咩所有嘅時間做啲嘢嘅，當吵鬧嘅環境地方度，比如講，都做下做料理嘅，嘅廚師總鋪，其他咩會多嘅，人講抽油煙機學嘅聲，抽油煙機嘅聲，咩動態聲？你個主席嘅朋友來講吼，你開了那排油煙機嘅聲音嘅動態吼，你吵吼唔是用時的關係啦。冇關嘅開咧。嘅當然咯，嗬，冇按用應開的，應開的就當麻煩嘅，嗬。好，從super 版面來講，其他咩會有按用嘅一隻情形咪，嗬。如果都短時間啦，係講愛料理嘅時間，都盡量講本自家冇用嘅時間，應講機器就愛留意關係，按用比較好啲嘅。嗰時唔好接送到一個吵吵鬧鬧嘅環境去擺度。另外有啲人嗬，佢都喺啲素菜。都啲人講菜來來去去嘅太魯順咧，太魯順佢按樣當然都全部都啲當吵鬧嘅環境裏邊。那你嘅寵物愛隔音啦，愛改嘅隔音嘅寵物啦。係。2層3層嘅做得啦。2層3層，然後佢嘅聲音，然後佢後再隔到腦背啦，冇講我，應講當然都啲按吵鬧嘅環境地背度，年長嘅叫講真實咧哦。
對你嘅糖呢度係係會有傷害咯，嗬。好，也現場有天發生了接下也係你巴黎徐小姐，很好。主持人好，醫師好，我想請問您哈，我那個洗頭的時候常常耳朵進水，那請問那要怎麼辦？麻煩您請說華語好不好？謝謝哈，謝謝。哦，有樣嘅嗬，洗頭拿毛嘅時節，像上班下洗年嘅唔好洗頭拿毛，就係因為義工會水走落去。伊簡單啦，很簡單啦，你都切點就好啊。係。係啊，拿個布啦，拿個衛生紙切點啦，等洗好再拿點就好啊。哦，用那個布誒。布啦，對，切點就好啊。等布愛嘛個布都係棉ผ้呀。棉ผ้紗布就做的啦。哦，可以用毛巾、紗布哈，先把耳朵塞住哈，然後切起來，塞住以後，等於水沖脫以後再拿起來啊。哦，按樣型有問題就解決嚟啦哈。唔過呢，咁講真實嚟啊嗬，像有啲人記得都唔慣嘅時節，一水就已經走落去嘅，有乜嘅好方法本佢講？做的水就直接自家做的走出來嘛。你去抽水，常常看到人用跳的啊，一腳緊跳，然後個耳孔底部的水都會跳出來啊。然後做樣動作咪做的。係。哦，古說呢，單腳跳，硬跳嗬，我跳一腳，跳咗出來，跳到水走出來，呢個。好，跳到水要走出來，古時候俺上班下看到人都啲嘅潮水池順風下吼，硬跳其實佢都唔係都做暖身，也唔係講佢都係奇奇怪怪嘅動作，一個動作係有作用嘅哦，就係講一種嘅動作做得本義工地波都會水，然後佢幫佢走出來吼，一個原理就係單腳嘛，硬跳嘅水。可能那一片嘅耳孔入水，佢跳單那一片啦。哦，比如講係一下左片嘅耳孔，好入水嘅，我都。左片的腳跳，正片的耳孔水走落去咧，然後正片的腳按樣來跳，那我一隻腳就翹起來按樣去。哦，原來係按樣啦，嗬，古時候也可能接上去潮水嘅朋友嗬，真會提供一個好方法嚟，嗬。我講到樣係上，當然鄉親朋友可能會有動到嘅可能上問嘅問題啦，就做得利用時間打電話到現場來咯，嗬。一下係上，我嚟問咧係上。應該咩動到嘅朋友，記得會從頭就唔記得，尤其一博嘅冷到寒到嘅人嗬，真係動到嗬。一流鼻水嘅朋友喎，就上班下記得就一下係冇生意嗬，因為趁疲勞嘅時節就會義工就唔爽爽。還有像安總醫師我來咯，鄉親朋友過來講下，你愛樣嘅嗬，本日嘅我在趁疲勞嘅時節咩要注意嘅事情。你趁疲勞嘅時節再打開來，再愛拔開來。趁皮時再打開，要乜嘢呢？因為趁皮嘅佢有壓力嘛，你冇打開嘅時候，佢你個皮要走你耳孔啲啊。哦。因為經過個皮孔流講耳孔嘅管要走入去啊，個壓力要走入去啊。兩種東西要走，一個壓力啦，要走入去，一天嘅皮要走入去啊。壓力走落去，皮水要走到耳孔去，一時間就會對你嘅耳孔有造成傷害了。要發展嘛，要發展啦。所以你生皮時再拔開來，就唔會，那個問題就唔會出現啦。好，古時候呢就係講到趁疲勞嘅部分啦，嗬，就係日頭因為提倡鄉親朋友，因為我講真實上班下你搞生意呢，嗬，就從頭談到嘅阿美莎佢都講，好，再拔開一片嘅皮孔，嗬，就是一片趁皮這樣一片，唔過呢上班下真實嗬。去搞做嘅時間就唔記得咧，嗬，也都係對提倡啲鄉親朋友咧，嗬。好，再講落係上，你嘅義工你入邊唔爽爽嘅時間，可能就當到嘅朋友都想講，哎呀，我一下唔爽爽咧，我都希望講，除咗我食藥以外，我除咗本醫生看以外，我希望講有其他嘅方法，嗬，作為的來略略嘅調整下，唔好本日唔爽爽嘅感覺。彼此都按久，有辦法啦，咧中醫有按摩嘅方法。按樣嚟做咯。你有記得血托做得不太得利用啦，你看下啲。入邊係來看下藥妝。藥妝耳孔嚇，佢有記得血托啦，我攞
耳门听风听会益风风池哈，也还有5只血托，我老太家讲。啊，安尼黔吼，嘿你耳门是俩，耳门係最耳門的動位俩位吼，安尼黔吼，安用係黔，啊是按用锵安尼黔就說的，锵就多的，用數字黔就所謂的，數字黔就對，他俩聽講就俩位俩咱耳屏俩順風俩位啦，係吼，锵安尼黔，锵嘅安用黔，聽會就俩位俩下來俩位啦，其實就係，誒，那益風是俩骨頭俩骨來俩位吼。嘿，安尼黔嘛，啊，風池是俩隻位置凹窩俩黔的做的。係。再過來講，你嘅耳孔嘅保養真簡單啦。個耳孔啊拿來啊，按吼，黔啊，黏啊，來啊。黔。當你做的按樣做。黔吼，黏，來啊，哎呀，黔黏，來啊。黔下黏下，再過留意來啊！再過來講，你啊兩手將就中啦，你啊個耳孔啊風簾吼，按打位。係，做按用打。打鼓用它打鼓。廿色字還有冬字、涼字按用。打兩邊，你耳孔它風體以後按打，好古數咧，按講到按用嘅一隻方法啦吼。做得想講保養到耳孔，韓國咧頭先比如講一條講血托嘅位數嚟講，按刺激100刺激來講，我刺一叫韓國一年做得做幾多擺？黏了耳孔是有限這個黏啦。係，比如講我一下等耳機，我等20分鐘，20分鐘過後，我一下想講我要歇困下，好了下，所以講本木住後尾。來看下他演的時候，才一時間就做得做嘞。嘿。不說都辦公室咪做得做，隨時都做得做啦吼。一個中醫師吼來手機本大家一個基本嘅耳孔保養嘅方法，鄉親朋友要學起來麼咯？成都有必要來了下講下聽嘛吼，還有其他嘅內容，我來留大家來講到，咩提倡大家有一個想愛問嘅問題，就利用時間打電話到現場來，先來了下嘞。好啦，鄉親朋友，困過後啊，轉到福氣來節目嘅現場咯，嗬。8月呢好空天來報道了單元，今天向下來關心到嘅係耳孔嘅問題咯，嗬。你啊耳孔啊，冇我爸都講平時你躺喺度就算咧，嗬，真係嗬，愛好好來照顧，好好來保養咯。頭先啦，你中醫師有留鄉親朋友來講到嘅，嗬，即係耳孔嘅血托，嗬，血托按做嘅平常來刺激下。韓國呢，也個耳孔呢，咩做得講黔啊，韓國棒棒嘅，按用講錯冇嗬，就係一條嘅保養方法，都想到一集哦。從頭講木竹，我按用保養木竹嘅時間，樹愛用粗鼻石嘅，嗬，愛用 M 的木竹。講耳孔咁有必要講樹種鼻石，我用都用。做得是啊，做啊，先準備手上個 M 兩耳孔，再打下明天鼓啦。我頭先嘅也通作叫做明天鼓，就係岩石子、沙條子，然後韓國也冬子啊、涼子啊用，因大一個講好正嘅素材，嗬，按用起呢，嗬，對一個耳孔嘅一隻保養，嗬，真係算起來啦，嗬，就係平時做得做嘅，韓國平時係講這個耳孔有乜問題嘅時間，真係就愛夾嗬去一個醫院來做一個檢查咯，嗬，我講到一個。耳孔嘅問題，嗬，你頭先要講到係退化性嘅，嗬，韓國有成見嘅問題，咁樣嘅地方，但係退化性呢，也係成見嘅問題，也對看醫嘅時間應用嚟看。一般嚟講，嗬，講感染啦，人道引起嘅耳孔有問題，嗬，你一般都低啦。伊假設第一個人道你下嚟來講，佢耳孔冇鬆啦，耳孔窿棍，你看佢人道引起。你就用有的人多啦、偏頭啦、細菌啦、關節位或者冇事情的嘛。啊，長期來講，老人家退化啦，了都
糖你减少伊来讲，你中医就是讲个哦，用耳孔做补身呐。哦，就係耳管嘅部分，係講要退化，就係講補身。还有补血。補血同因補身嘅兩為種。你嘅耳孔吼，佢嘅營養嘅神經啦，兩耳漿啦、耳刮啦，咧都吼，咪愛一道血來補營養嘛，所以你愛通啲血嘛，大鼻通嘅營養爭管得到嘅維繫。一般來講，老人家退化來講，佢嘅啲血管通通較無同啊，唔同嘅營養都管唔到嘅維繫，所以佢糖嘅神經嘅能力就較減少嘛。哦，古時咧，你講透過也可以吼，你老也嘅講補身、補血、打通血脈、按樣嘅糖力，都做得恢復嘅。恢復我唔敢講完全恢復啦，你本嚟嘅中期嘅針頭減少、減較少啲位，唔會按嚴重下去就做得啦。哦，按樣嘅啦，吼，古時也就係退化來講，你就會用按樣嘅一種方式。像有一種講法講，一種係實證，一種係虛嘅。虛嘅係乜嘅？實嘅又係乜嘅？實證咧，你咧基本上嚟講，發展引起嘅耳孔嘅針頭就實證。像老人家啦，到退化啦，還有嘅失眠啦、疲勞引起嘅，太多虛嘅多。哦，也都係虛嘅下多，就係也都部分啦。要痛嘅啦，吼，太啲嘅失證啦。嗰個會痛嘅就係實發炎啦，幾個有膿嘅。會痛會發炎有膿嘅，吼，也全部都係實證咯，吼，就係。會痛會發炎要流膿嘅，也就係實證。哎呀，虛嘅呢就係你講到嘅退化部分。心理壓力大，心理壓力大，還有個失眠啊、疲勞引起嘅太啲嘅大虛症。好，也就係實證、老虛症啊兩種嘅分別，韓國人都可以來講，嗬，運用嘅來做一隻治療，都有為人來提供俾鄉親朋友。啊，像啊，啲鄉親朋友一定上愛啲嘅。頭先你講到，也平時你做嘅。來按摩也個血托嗬，來想講做保養耳孔嘅方式，也係用做嘅。當到朋友就會講到也個當浴室童顏嘅嗬，也個室嘅部分，你係咪做得用嘅來做一隻調整咯？做得會較好啲嘅。一般來講嗬，耳孔嘅保養啊，我是建議冇食啲刺激嘅東西啦。呀，刺激嘅東西我都相當辣咧。辣咧啦，較熱、較炒火嘅。也都係婆婆尖尖嘅東西。嘅模式，你可以試個也按到較清涼解脫方面嘅東西嗬，按樣較好。係清涼解脫嘅。第一方面就你清涼解脫嘅東西，對啲發炎嘅部分嚟講嗬，佢較唔會引起發炎。再過來對啲神經緊張引起嘅佢咩個廣大嘅緊張嘅較長途啦。所以你一般嚟講，我哋食療嚟講嗬，你什麼個食物啦、洗腎啦都嗬。食物做得嚟食，係啊，洗腎咩做得嚟食？洗腎就是一般都平時都係大家唔同，一年四季全部做得食嚟洗腎堂。你都咩做得食啦？哦。也都東西，也都食物吼補血啦，安定神經也都當好。哦，古時候嘅食物啦，韓國食神吼，也都全部做嘅，也都講係上到嘅吼。你之前其實咪有收集過一種農產品咪吼，你講叫做丹參吼，丹參都提到嘅直接就看到有資料就講，也嘅丹參來講佢嘅效果啦，食物其實係強用，我注意嘅咪係強用，從也用食材來講。你都平時做得出家來食，咩有也個保養耳孔嘅作用嘛？因為丹參啊，頭先講過啦，耳孔嘅片係啲咁個血脈唔同嘛，神經佢嘅能力廣大嘛，你可以補充佢嘅營養啦，所以丹參要補充嘅營養，丹參有其含有嘅作用，都打通嘅血脈嘛。哦，頭先都講到愛打通血脈，都說平時做得來食來保養，也都另外一種嚟學當歸咧。當歸來講吼，不過當歸要用時要注意，你講一般嚟講有感染啦，有感染嘅，有發炎嘅，冇用啦。一般來講，其他用嘅時咧，它嘅時間較多啦。
哦，就係用到氣針會較多吼，也是當歸嘅部分吼，呀擔心就唔怕，吼細活擔心細活韓國人哋嘅西神糖吼，也都係平時人哋做嘅保養上嘅，都以後嘅也食材，吼講到入邊呢吼，誒真係食療嚟講，有一道一道嘅東西都得食，唔過呢沒有當到嘅部分我來注意到嘅吼，也都食嘅部分係講。像前面尤其係講，上班下佢有問題，又唔啲講自己嘅體質咯。去本醫生講打麻嘅時間，咁做嘅哋講，老醫生就係問講呢度嘅東西，佢平時接上食咧，佢做哋了到做下資料，本醫生來看。做對啦，你看醫生是一個你愛問嘅問題，你萬一一下想唔起來，你先做筆記啊。有樣咧，好點點嘅去到現場，一下問真係。本來咩想唔起來，本來問咧，去到尾都唔記得咧。強嘅。所以講，你愛問嘅問題先寫好啊。哦，寫好，你嘅單咧就交本醫生看啦，佢這幫人解釋啦，要哪伊講，哪就說得說唔得啦。哎呀，要做哎樣事情哦，對太太也是好啊，醫生要好，你要好啊。係學古數呢，學人講到上班下也個自家嘅身體嘅狀況，有什麼嘅藥，有做呢度嘅治療，我有一本譜嘅吼。來做下記錄下啦，我想自家清楚，冇下人咪清楚，按樣係較好嘅吼。學一部分就講到入邊還有一點咯，像義工啊，地波度嘅義士，說來啊吼，真是愛錢也唔是錢呢。有上班下睇家都算數哦，我講一下睡着落去，我就用下棉花錢，按樣暖暖嚟就好嚟啊。其他有啲朋友記得要用義帕嘅，好一條就。固定時間一張嘢係一叫佢哋會請100義工，像請義工哦，嘅地方都會意思也就要特別注意嘛，㗎，因為講有必要去請佢嘛。而嘅萬一講你冇請呀，義士做唔嘅時陣，你義帕一定要消毒啦。義帕愛消毒過了。我做其用過、愛用過，太太看我用，哎樣子唔好啦。唔啲講馬殺又偏唔啲啊。尤其用義帕，嚟。種嘅意思是一個佢嘅義表要長時要裝要刮爽啊，刮爽是因萬一嘅義帕底部有把細菌偏吐來講，佢掉落去啊。所以我講萬一你講你冇愛用草義士來講做唔對時陣，你嘅義帕要消毒好啊。或者講有習慣啊，吼天氣哦，都係義工啊，吼嘅義士愛錢嘅朋友。上講哦，最好最好唔愛用愛樣方式來請啦，因為你嘅義士吼，佢個月差唔多佢要做出來。義士佢自家會對義工地步都做出來，佢冇上腳佢都會做出來。你講我記得要做，因為佢得地位啊，佢睇住這個義表嘅位面，係佢唔會做個中額嘛，佢外額個義表是係，你講佢講話是即，你要聽筒嘛。天通對啲義表嘅按摩，佢按摩嘅作用啊，按摩時佢要做出來。哦，按樣嘅，所以有啲人記得義士係動盤嘅種嘅。萬一講地位當到義士吼，無法度裝出來時啫吼，我建議你去本市場看，佢要讓你管理種藥個地位用吸嘅把它吸。我會攞有關藥嘅去地步攞佢吸出來就做會得咧。也就係應講義士，唔過啊，有奇怪嘅東西就攞義工地步多嘅時間，也做麻煩嘅呢。比如講蟲嘅，也就咧處理方式一樣嘅。基本上你蟲佢可能有4天冇4天啦，上次你去蟲個做地步忙4天是的，地步有3年，你有個手電筒去照，數天照，數天去照，佢有光線，佢就會照出來。看到光線，佢要照出來。萬一講佢從4個地位吼，你做本事上讓佢種出來。哦，嗰種伊係上嘅蟲嘅，也係慢慢照落去義工地位度，用一個數天然後去照，佢就會照出來。係講呢，起到地位度嘅，真係學人哋要一日學，去醫院本先生開學。交本一個專業嘅醫師來做處理嘅，好，學也現場有天發生了接報，也係因呢新竹嘅飼小姐，新竹飼小姐好，係想問乜嘅問題？主任你好，係，就是我哈，那個牙膏有冇？這樣子咬合的時候吃東西會痛啊。牙膏，就係抽東西嘅時間。
接合口啊，那一个地方以前曾咬一个很硬的东西，这样痛了一下，然后现在就变成说是后遗症，然后就是有时候吃东西就是不能咬，稍微硬一点就不能咬，最近又比较好了，可是我的耳鸣跟这个有没有影响？所以講你講會按用窿窿棍留一下已經講嘅牙齒嘅問題，係咪上副會影響嘅意思？好，好像牙膏啊，牙膏影響到耳鳴啊，好，所以耳鳴就是好像那個彈掉的聲音，彈掉的聲音這樣子。愛用愛啲，久了，當叫一叫嘅時間呢？好，應該算有好幾年了。幾下年呢？係冇？然後這樣咬下去，原先咬下去的時候嘛，耳朵那邊會痛。牙齒這樣咬下去的時候，耳朵的地方會痛。現在還好，沒有痛，可是還是耳鳴。好，俺都可能按用嘅來處理會較好啦，一下天晚上過睇，俺家下聽長來講到了，好，俺時間都也會有，俺先來去看下聊下來，家下咧，俺轉到也個節目嘅現場啊，將來請鍾醫師來回答有問題，先來聊下咧。好來，鄉親朋友，一坤哥喺話轉到咧節目當中咯，非常係我來提倡鄉親朋友嗬，所以講唔知道講 N 記邊度講到呢個主題，有乜嘅樣嘅問題像我來問現場嘅醫師就是在呢種時間，我日日打電話到現場來咯，啲客人係想頭先來問到嘅一個問題，日日我來請呢種醫師來做下回答真係一個牙齒會影響到耳功嘛？基本上，你讀了生理學嘅。來看是唔會啦，我聽到頭先嗰個朋友去講，佢咬東西受傷嘅啦，傷到，所以我感覺佢嘅是佢嘅下頜骨咬合不全啦，所以你要去牙科去矯正呀下頜骨，讓它咬合。故所愛去本日嘅牙科醫生來看過看日嘅下眼入邊嘅骨頭係咪有皺褶嘅？係講嗱皺褶嘅時間，我留佢調整佢係冇？調整咗佢，調整咗佢以後可能就還好咧。較好，但是佢發炎嘅軟組織發炎嘅部分讓我需要個本嚟。喊會發炎，因為佢咬合不完全的過程之中，佢嘅裂附近的肌肉韌帶會發炎嘛。骨頭總轉去以後，呢方面還要處理啦。故所去也個牙科醫師嘅會看係講應該做一個調整轉去嘅愛可能醫生會開刀嘅小炎藥或者是可能過後一個情況要做啲改善嘅。故所嗱。耳功康康管係冇關係呢？我看是冇乜關係啦，因為耳功康康其實係糖果嘅問題、糖神經嘅問題，然後佢嘅呢上面入來呢耳孔嘅規則過程有關係啊。好，故所呢，老耳功來講，算來係冇關係呢。因為你咬嘅時節，因為用佢嘅感覺講有關係，因為你咬嘅時節有上癮嘛，實際啲耳拳啊，所以糖多啊。基本巴多講是按樣嘅問題啊。故所咬嘅時間，講耳功嘅損傷也會天故所會巴多講可能係耳功咪會有問題，故所可以先去檢查一下牙齒，牙齒嘅調整好過後，讓耳功康康管嘅，咩可能可以去調整下啦，咩可以幫醫生看下係乜嘅原因，因為講根本來結去會較好，係講留冇都留一整條嚟講到清大，唔好按嚴重講到牙還有那個一種問題也係一天嚟嘅當你要去搞水，唔管係去抽水池、抽身也好，還個也係去海水來搞水也都全部唔管用嘅也做乜要一個，講水會走落去耳功地背度有一隻理嘢啦就係你講一部嘅有糖度嘅，我佢講啊佢去海水了，再來用2禮拜嚟唔過呢佢去了嘅下都完全糖唔到咧。水走落去糖唔多，再來過後2禮拜咧，按用佢嘅情形，按用嘅去解決，會造成長期嘅傷害嘛。
因为吼，你抽水，不管你去游泳池抽水，啊，迄海水抽水来讲，你第一个个水底部遇到东西你唔滴啊，污糟糟的细菌啊，嘛个片土你动东西唔滴啊。万一讲你水入去以后，当然体的普通做做会到俩水就总出回来啦。一般来讲无感染也是唔怕马上冇事情啦。冇感染就唔怕。我看其他朋友，我看其个耳孔有感染啦。一下迄講幾件2禮拜水限喺到地部都係可能有感染到。咩海水嘛，該潮水，佢地部感染流出來東西。按樣型吼，古時候呢吼，佢講水冇水嘅，吼枕頭就會按樣濕濕。是，佢唔係講嘛海水嘅，佢我看佢地部發現嘅流出來東西啊。好，所以你講地部都幾件有肺炎嘅狀況都按樣流出來吼。好，也像係按樣嘅情形啦，吼，佢咩要去本先生看咧，先生老佢講愛3日嘅時間愛皮整一半，像佢也會吼愛個貼片來注意嘛，該冇？基本上還是希望佢咁夾咯，原先看夾來問題解，先解來問題啦。係，我留也個問題夾來解吼，冇本也個問題吼。長久嘅時間，迄個長久啊，吼，一個那個黃金嘅治療時間就會應講到5度咧，吼，哎樣真是都麻煩嘅，吼，好講到也應該上，真是也上會到嘅啦，吼，因就留推鄉親朋友來問啊，迄個非常上唔到嘅，吼，也做愛鄉親朋友自家來問吼，也現在係有天花咯，吼，也係按新做嘅總太經吼。兩位先生吼，主持人吼，很好。我想問先生吼，我義工當上啊，上嘅當多年咧，上嘅當多年咧。最近差唔多上20年前吼，他會按部到宣布嘅時間啦，放幾落嘅時間，會暈眩。我會調難昂按樣係嘛？按360度按樣型都該做呐。當正人講啊，你老義工平常都該上按有關係冇？好。我注意乜嘅東西？有乜嘅東西食唔得冇？我聽過乜嘅聽人講啦嗬，講乜嘅牛奶嘅奶類羊奶嘅就。是唔得，有樣忙啊！相交先生。好，嗱，而家天花是老二掛睇咯，而且先生來老唔做回答咯。好，總意思從佢按樣嘅一隻情形來講哦，要注意嘛解冇？佢講吼，佢攏滾，兩叫啥糖紅麻油吼，再過來佢嘅氣蟲以後，佢風蟲以後，佢要像天旋地轉那樣。我看那樣是佢不單是了糖果嘅問題，平衡嘅問題沒有。哦，停呢啲問題有問題，還再過來就平衡感嘅問題。平衡版是因為耳孔底部那前庭部啊，佢嘅問題啊，所以我希望佢本醫生看檢查官，佢嘅前庭神經有嘛是問題冇，就佢講夾去解啦。好，故所以就係愛去。醫院來做下檢查。還有上次你血壓高咩做咩啊？哦，血壓高咩會有問題？啊。好，古數做可能係血壓高，可能係耳孔底部度嘅問題哦。吼，一兩種就係有可能係耳孔嘅問題哦，所以兩種嘛吼，有可能係耳孔嘅問題，唔過嘅要調哪型嘅，也可能就係人講嘅血壓高嘅問題吼，也血壓要落量下，耳孔要落去檢查下，再過來講乜嘅？有一種有人老佢講牛奶、羊奶做唔得生，我是唔知啊有樣事情啊，我唔知講佢講嘅人乜嘅意思，我是唔知啊。唔過你了解太極，你主要見到夾本身上看啦。那我是乜嘅東西，我看等於本身上看以後，吃了以後再講。哦，真是啦，吼，我想去本身上看。愛注意嘛解吼，因為做得較認真啲嘅嘛吼，因家門自己吼，老醫生吼來門別清楚來，按用比較好啲嘅。好來，因講到啊，人嘅生活當中，所以嘛講真實咧吼，一定到頭先就講到帶到一態度順嘅所以，也真是懂得人講。上班下吼，因為其他嘅所以咪懂得人講，比如講因都
有带到人讲嘅公寓式嘅养屋嘅啦，吼，适合式嘅出出来讲，呀，甲病人上班下嘅生活懂得人讲吼，喺生活当中啊，有哪条嘅有可能会影响到生活嘅所有，对也无下度生了讲意思。一般来讲，家庭地位吼，要发生上瘾的东西动多啊，平常要买啦。哦，平常。平常要经当然那样，机个莫打要规日都个听筒啊，还像是安尼看电视啦、音响啦、我买楼的上瘾啦，所以安尼讲，安尼生活都上瘾的世界地位嘛。错。从佢受到安样嘅上面嘅影响来讲，不但对你糖嘅方面有影响，对你心理面有影响，尤其对个不规则嘅上瘾吼、咸嘅上瘾吼，你影响动态。唔过虽然讲加果片咧未影响，底片未影响，底片未影响哦。你相信你糖，虽然讲你糖冇嘅上瘾，你糖冇乜清楚，但是对你嘅影响嘅动态。所以讲，你要做会多会做，譬如讲，你要发生上瘾的东西，你要变来掉，你头先讲到变相，你会看，那讲变相用强调吼，佢嘅有叫咩老化嘛，会帮人哋退化，错啊，变相用旧咧。佢可能也個機器啊、傳統叫嘅，你可以保養冇保養都可能嘅上面都引來引太引潮嘅。佢嘅有個手鏈吼，你手鏈吼，總年要看唔會精通，看唔會有上癮，咪要做改善啦。譬如講，我咩上癮講，你嘅隔音嘅個設備啦，隔音嘅窗簾啦，你會裝啊，了啲錢是愛講最好是冇上嘅錢。哦，有樣啦，尤其頭先講到帶到太魯順啊，有啲人啊，連水母都水唔得，要養我心理哦，要精神要動唔好。一個隔音嘅部分落去做好來，做好些來，有啲問題全部都解決咧，嗬。像喺生活當中真係要動到哦，像安樣嘅問題，你愛做得有呢度嘅嗬預防嘅，也會有一種嘅也個思考都請醫生哦，老大家過來整理下，本大家較清楚下了解到嘅。你看提供你盡量吼。對個噪音的環境吼，盡量較無去啦。其他演到嘅，尤其你後生嘅我聽個演唱會吼，我常常看個後生嘅聽個演唱會，個上映台上夜店咩上映，我去過夜店啦。我去過一擺見看馬記咩做馬東西啊，嚇懂吵啊，也都都唔好嗬，都係演離記哦。還有個你隨身聽嘅個你音響哦，盡量不用唔按太上啊，你自家欣賞這個，享受到的啦，冇本太大享受啦嗬。還有你食的東西哦，愛節制啦嗬，唔好一下食多多，哦，唔好食太鹹。你工作是有來需要，但是你高壓力的工作，你心理方要調整下來啦吼。主要建議嘅睡眠要足啦，所以冇愛睡別飽來。冇講暗幾時頭上班，暗時頭就是熬夜，哎樣子唔好啦吼。你主要建議你心情要輕鬆啲嘅，吼。再過來吼，你要使用嘅時節，萬一講耳孔有問題吼，我用到了阿司匹林的藥物來講，如果老醫生講吼，我有安樣鏡頭吼，兩種用了兩種藥物看做點麼，會來講。好，也都係醫生吼，都係都也準備來提倡以後親朋友嘅，講真實咧，譬如講我有紅冠嘅問題啊吼，你就愛夾落去尋到源頭，所以源源都嚟吼。愛本醫生來診斷出來，好來了佢醫好了，點講治療好來，就冇有藥方面嘅問題啦嗬。你見唔見當時望張醫師來到現場安置室？後來咯，日下就愛歇困下，撩下來，家下咁樣提倡大家聽聽，運動先生啊，強來，個強下好來做運動，什麼大家？